只係需要1% 首期就可以買到 Lanny 最搶手地段嘅 townhouse，你信唔信？呢個就係今日正式開售嘅 Broomley at Brookswood。大家好，我係 Kiki。Hello， 大家好，我係你哋嘅溫哥華地產經紀 Kiki， 好耐冇見啦。今日咧，我帶大家嚟到 Lanny 睇一間我認為喺本年度非常值得留意嘅一個 pre-sale 項目，就係 Broomley at Brookswood Lanny 啦。而個重點係咧，今日正式開賣啦。如果你一直有留意住 Lanny 嘅南區，想入場但又覺得獨立屋太貴嘅話咧，咁呢個可能係你一直等緊嘅好機會啦。先講下 location 先啦。Brookswood 咧一直都係 Lanny 最成熟、最受歡迎嘅社區之一。佢有安靜嘅街道、大量嘅綠樹、好強嘅社區感，同埋非常之好嘅學區。但係問題係一直都只係獨立屋嘅市場，即係話如果你買唔起 detached house， 基本上入唔到呢個區。而 Broomley 做咗一件事，就係打開咗市場嘅門檻。呢一個項目係全區唯一一個正在銷售嘅 townhouse project。而且只係得26間，佢唔係其中一個選擇，而係唯一一個。所以如果你自己咧想喺 Brookswood 買一間全新嘅 townhouse， 呢個可能係你而家唯一嘅一個機會。簡單講下項目嘅本身啦，係由3房或者4房嘅 townhouse 組成，尺寸咧大概係由1350尺至到1640尺，價錢咧就大概80萬起，而每一間咧都會包括 double garage 或者係 tandem garage。雙車位、9尺嘅樓底、冷暖嘅空調 heat pump 同埋 AC、sports 嘅台面、LG appliances。呢一個配置咧，其實已經基本上好接近獨立屋嘅生活質素啦。而我覺得最關鍵嘅一個 selling point 咧，就係你只係需要1% 就可以入場啦。你冇聽錯，1% 啊！傳統買樓 resale 你係需要即時俾 full down payment，resale 咧通常都要5% 至到20%。咁但係 Broomley 咧 early bird program， 簽約嘅時候俾1%，第30日俾2%，第60日俾第3%，第90日俾第4%， 120日俾第5%。咁所以 total 你就需要俾5% 啫。即係話你可以用時間換資金嘅壓力。而且咧 project 已經開始動工，融資亦都到位，絕對唔係紙上談兵，而係真係會起，且起緊添。而另一個我覺得非常之 undervalue 嘅一點咧，就係呢一個係 Lanny 唯一一個可以 customization 嘅 townhouse 項目。通常買樓咧，廚房 developer 決定，用料 developer 決定，配色全部都固定晒，你只係接手。但係 Broomley 咧，廚房配置可以調整，亦都可以揀智能嘅家居系統選項、收納設計、材料升級，你都有得揀，係真正自己設計自己間屋。呢一點咧對未來 resale 都非常之重要，因為咧你唔係同40間一模一樣嘅屋競爭，你係有 differentiation。你講下 lifestyle 啊！附近嘅配套咧已經係全部已經存在，唔係 future plan， 包括有 George Preston Recreation Centre、Campbell Valley Regional Park、圖書館、BMX track。至於學校方面，有 Uplands Elementary 同埋 Brookswood Secondary School， 亦都仲有 St. Catharines 大概5分鐘路程，同埋 Lanny Christian School， 比較適合有小朋友嘅家庭，想長期自住嘅買家，同埋想有穩定生活節奏嘅人。我會講一個事實，好多人會話，我再等下先。但係你要明白，你等，但係個市場唔會等你。Broomley 有幾個 rare 嘅組合。第一 ，Brookswood 嘅地段長期供應極少。第二，新建嘅 townhouse 基本係冇。第三，小型嘅項目得26個 units。第四，1% 入場，資金效率極高。要呢4樣嘢同時出現，其實唔常見。
總結一句，呢個唔只係買樓，而係買一個以前買唔到嘅社區。26個 units， 1% 可以鎖定單位，而家已經開賣啦。所以你錯過咗呢一期嘅話咧，未必可以再遇到下次一模一樣嘅機會。如果你想拎floor plan、睇價單或者預約揀單位嘅話咧，可以 DM 或者 WhatsApp我會同你分析一下呢一個單位最值得買，呢一個戶型最有潛力。最後送你一句，一個10年難得一見嘅地段，一個世代難得一見嘅市場機會，而家1% 就可以鎖定。我係 Kiki，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 Kiki， 幫你預留心水單位。鍾意我啲片咧，記得 CLSS 仲要撳埋個鐘仔，定期睇新片啦。下次見，拜。